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，受到风冰影响，昨暝真侪所在上大雨，雷公四那并变局。新竹县市半暝啊嘛落大雨，真侪所在车路甲地下道拢做大水。新竹市的香山高中透早嘛宣布讲，学校今仔日停课一日。好，这次梅雨锋面的气象雨来得又快又急。那新竹市在3点半开始。下了到4点20左右，下了85毫米的一个时雨量。那我们新竹市消防局在4点之后开始陆续接获辖内有多处的一个地下道，还有道路的一个积淹水。我们消防局跟公务处目前正全力的出动抽水机来抽水，然后让民众的一个交通可以尽快恢复。受到黄sơn河方面的影响，新竹桃园今仔透早拢落大水雨，一寡所在拢做大水。新竹县新丰乡伫3点钟内就落雨落超过200毫米，真侪人家厝嘛因为雨水下袂离，做大水，规暝拢唔敢困。因为大水河害原背街地下道做大水，新竹市的香山高中今仔透早嘛宣布讲停课一日。